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咱来唱《望主听堂手牵你》。咱来用这首歌，真做咱的祈祷。滴滴打来，我的心心有完在。等大风烟微微散，主的看带我来滚完。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望点伫天。虽望是有时话，主会听着只会关怀。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甘知影主听你？好那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算伤悲，望主听堂手牵你。在生活当中，阮可能会拄到一寡困难，但是阮莫袂记哩，上帝一直拢甲阮伫地。当乌云，滴滴打来。我的心心有完在，等大风烟微微散，主的看带我来滚完。世间的苦楚拢袂停，我的望点伫天。虽望是有时话，主会听叫只会反馈。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甘知影主听你？那亲像老爸听囝儿，袂捌求叫主的名，话话明白伊会听。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算伤悲，望主听堂手牵你。你若失落平安，你若失落平安。心肝也算伤悲，望主听堂手牵你。愿主的听堂常常伫阮的内面。愿你降临。我寻求你，
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寻求你。我寻求你，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寻求你。愿你降临，愿你降临，彰显自己，开我眼睛，看见你无比的美丽。愿你降临，大能的荣耀在这里，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愿你降临，彰显自己，开我眼睛，看见你无比的美丽。愿你降临，大能的荣耀在这里，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与你相遇，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与你相遇，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是主啊，阮恳求你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火热，互阮的心拍开，求你踮伫阮的中间。不停寻求你，我活着，我活
这为要日夜不停。主啊，感谢你，给阮一段敬拜的时间，来唱后一条歌，摇花祝福妈妈。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中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事事真好轻。我的主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山中的白灵是无欠缺啥物，山中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事事真好轻。我的主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摇花祝福妈妈。摇花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山，温暖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耶稣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亲上伊名，永无衰。田中的白灵诗，田中的白灵诗无欠缺啥物，山中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事事真好轻。我的主花的假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摇花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山，温暖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耶稣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亲上伊名，永无衰。摇花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山，温暖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耶稣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亲上伊名，永无衰。摇花祝福妈妈，亲像海边土山，温暖主爱的到万世代。我要耶稣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我若亲上伊名，永无衰。
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总是用你的满满的疼来听阮。主啊，我毋知要怎报答你。主啊，阮只是想要甲基督徒的生活，那活伫教会，活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阮有当时可能会拄到真侪困难。但是，阮知主你伫阮身边来保护阮，来照顾阮。求你继续带领阮后壁的路程。我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来唱下面一条歌。主啊，伫你手中，阮就无惊吓；伫你手中，阮有满满的愿望。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许在于你。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无保留，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许在于你。也许曾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现在我已经不同，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
好的工作。也许只渴望拥有，但你要我慢慢学习放手，在每一分钟。现在我已经不懂，生命属你，不属于我，甘愿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主啊，阮将阮全心全意拢交予你。来唱上尾一条歌，愿。等下请兄弟姊妹唱这条歌的时阵，为着阮台湾的疫情来迫切祈祷。因为最近阮看新闻，北部迄边已经又要摊开，求主保守咱台湾。为一个土地，我深深祈祷，我主的真理哪更传的偏照，为一个消息。我强比憔悴，我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百姓，我参的阿姊妹，我的国光明，我颂扬甲美颂，美为阮的心中。愿参了阿姊妹，愿的国光明，愿盼望甲喜乐，永远充满心中。主啊，阮为着台湾即摆疫情来祈祷，求你保守台湾，求你保守遐医护人员。免得因受到灾害，我嘛为着全世界的疫情来迫切祈祷。阮看到印度迄边真严重，求主怜悯因，求主一直因照顾因。阮将即个疫情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求主管。我参了阿姊妹，我的国光明。愿颂扬阿美颂，离开咱的心中。愿参了阿姊妹，愿的国光明，愿盼望甲喜乐，永远充满心中。愿参了阿姊妹。愿的国光明，愿同样甲美颂，依偎我的心中。愿参了阿姊妹，愿的国光明，愿同样甲喜乐，永远充满心中。愿盼望甲喜乐，永远充满心中。请咱安静心来做早起的礼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咱这是三甲来吟圣诗67首。我心阿乐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米，三角应声，阿乐伊大尊名，请咱起立吟全首。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伯克林来后，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
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13篇，诗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伫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赤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咱个做伙来吟圣诗199首美调，至尊上帝至仁爱，请咱坐吟全首。咱做伙仰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今日早，阮过来感谢你。你是赢过一切黑暗权势的主，你掌管天顶万有，你的权柄直到永远，
全地拢要来向你唱歌，日日保养你的救恩。全能的上帝，你创造甲管理宇宙万物，大自然的运行甲变化，也拢是你掌管。你关心人的欠缺甲需要。阮感谢你伫顶礼拜降落雨水，互阮无得到伫生活甲经济上拄着不便甲损失，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甲生产。阮也要用实际的行动，节制用水来回应你的恩典。阿爸爸上帝，近日本土新冠疫情病例不断增加，影响桃园社区甲北部，甚至搁较侪的所在。求主为阮国家踢掉本土疫情的破口，互国内疫情无照着变种病毒株的高传染性来扩散。阮也要正做大做的祭司，徛伫破口中守望，迫切提起祈祷的官兵，为台湾甲世界来祈祷。主啊，虽然真侪代志的发生，拢是人无法度掌握甲控制，但是阮知影，凡事仰望交托，随时祈祷，安静听候。主，你就会亲自动工，成就一切。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赞美，咱请圣歌队。
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来看两位圣经。诗篇51篇第10节到12节。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奇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性的神。求你互我有缘得到你救恩的快乐，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再来看一位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13节。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讲道求主帮助，无互歹较赢我。请曾牧师。也即咱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请安讲，耶稣听你。咱今日真欢喜。志远兄真久吼，伫北部无闲，今仔会当倒来甲咱做做礼拜。即边有一个弟兄弟，伊对奥地利学声乐6年久，倒来伫台湾，咱真欢迎伊头一摆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搁有就是伫咱后壁有信中牧师娘伊顶礼拜因为去灵修会，所以伊无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今仔日嘛甲咱做伙做礼拜吼。今仔日阁有向日葵学院的同学，今仔日伫咱中间，咱做伙做礼拜。所听的姊妹，咱来享受上帝伫今仔日礼拜中间，伊的圣神对咱的祝福，以及伊圣经的话对咱的造就。咱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真理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静静要听。伫圣经话命的话，因为阮会有限，因为阮会含慢，阮需要相信你的帮助，将上帝奥妙的话讲互阮听，拍开阮心中的阻挡，互阮会通领受得到造就，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行伫你光明的中间。主，阮将今仔日领受圣经话命即个神圣的时间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互阮的灵魂静养，互阮离开一切歹。主帮助阮，伫一切引诱中间得胜，正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子。阮恭敬听，求圣神帮助，祈祷我归耶稣的圣名，阿门。咱的教会妇女团契伫过来的即季，要做伙读一本册。这本册毋是新的册，但是伊真有意思。伊咧讲起伫圣经中间有一寡圣经的人物，因伫人生中间所拄着引诱，甲因会绊倒，要真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做咱的警醒。这本册的册名叫做《显而未现的罪》。有时咱感觉无注意的中间，咱无感觉这项代志有啥物毋好，但是伫无意中的中间，咱得罪上帝。跋倒，这本书最重要就是咧提醒咱，爱真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咱爱常常有一个真清楚的属灵的这个良心，伫心内有一个声上就甲咱讲，这项对，这项毋对。咱听讲道做礼拜读圣经，拢是为着互咱的目睭有清楚的看见，知影心是好，心是无好。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妇女团契伫即季中间所读的册，每一个参与即个造就的兄弟姊妹，恁要真做恁的家庭中间足大的祝福，互恁的囡仔一生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无摇错。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今仔即个礼拜中间，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我要真做一个灵魂健康的基督徒，也这重要吗？伫即个无明的世代，伫即个充满迷惑的时代，主你帮助我，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主帮助我，会当真做上帝你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会发光的基督徒。无论别人安怎主张，
伦理道德的标准安怎改变？主啊，我要永远照上帝你的话正直来行。所以今仔的圣经是祈祷，代表讲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每一摆做礼拜，拢是咱伫拄久的中间，互圣神甲咱摇动醒起来。你忽然醒起来，中间就代笔的祈祷讲：主啊，感谢你为着你的名，安那，带我行去的路，你会互我的灵魂静音，互我的生命就醒起来。我内面有一个正直的心，伫这个世俗的生活中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是无简单的功课，对无，兄弟姊妹？无简单，但是若有圣神帮助，就无困难。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礼拜，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我要做一个肉体健康的基督徒，我嘛要做一个灵魂健康的基督徒。6月我就邀请来报告一间教会伫即个武汉疫情的中间所大冲击，一间教会要安怎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来成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我忽然有一个悔愤之想，因为伫今仔日这个疫情的冲击中间，全世界拢咧发展迄个疫苗，有无？一支写注落，大家都袂破病。但是我问上帝讲，敢迄种蛇迄种药啊，食落注落了后，基督徒就永远袂跋倒的，灵魂就永远袂互魔鬼较赢。兄弟姊妹，这毋是民望，这是一个态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日咱要重新看咱内心，咱的态度。圣经中间讲，你着保守你的心。因为人一生的轨迹，是因为你的态度甲你的心思意念。写伫箴言的中间，所以伫旧约箴言用苦，这个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心。伫新约的中间，耶稣讲：我就是奥托斯，迄个嘛翻做我就是神圣内心，我的神圣的空间。搁有伫英语空间，咱甲这个心良心。翻译做 consciousness， 伫一个人的觉醒，伫咱汉文的圣经该翻做良心。兄弟姊妹，今仔这个礼拜就是甲上帝讨讲，主甲你洗清气，主要所利用你的宝血甲我洗清气，互我有清气的心，有正直的心。兄弟姊妹，每一摆的礼拜，拢是咱来到主的面前，重新调整咱的时表啊，归零，互咱的心清气。互咱内面有正直，主听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常常内面有一个敏感的心。所以一个牧师讲，人的良心就亲像一个雷达，你咧开车，你若超速，你的车顶迄个雷达，迄个导航就甲你哔哔哔哔哔哔，雷达侦测，伊就甲你讲，你爱细字，因为头前有咧翕相，人拢惊法。但是人无容易行真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严肃认真来面对咱家己的心思意念。这是一个真受祝福的功课，毋免互咱伫人生的中间行毋对路跋倒，才伫遐流目屎吐气。上帝圣神的保守，就是互咱一生伫伊的灵面的中间，主帮助咱。兄弟姊妹。世间无人毋捌跋倒，你有同意吗？世间无人毋捌跋倒，但是上重要就是伫咱跋倒的时，咱会要重新爬起来，伫咱的失败的经验中间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伊的圣神帮助咱。教会原本就是伫一个黑暗的世代。咧讲真理，伫黑暗的世代咧表明生活伦理道德，伫生活的中间咧表明清气的灵魂是甚物，对无？教会原本就是一个讲真理甲主张的所在，但是今仔日个时代的教会，咱所传的福音有甚物人相信？
咱所讲的主张，有甚物人感觉伊宝贝重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讲，亲爱的圣神，你就是帮助我袂跋倒上好迄个疫苗灵魂的迄条真正的保守迄个疫苗。因为咱的主耶稣要离开伊的学生进前，伊讲我会伫天父上帝面前为恁祈祷，求上帝赏赐圣神加做恁的保惠师。当恁拄着某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对恁的攻击，上帝互恁安然伫咧中间受保守讲，我拒绝即种。我伫新人院时，我的老师问阮一个问题，讲：你的灵魂值偌济钱？你的品格，你的灵魂偌济钱？你会当要出卖？迄句话到今仔日要伫我的生命心内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真清楚知影讲，我的灵魂是非卖品，我的灵魂是极其宝贝，因为伊是我的主耶稣，辛辛苦苦流血受苦伫十字架顶悬，才有今仔日的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问咱家己讲。伫即个世间任何情境中间，我敢要有一种的态度甲信心，讲无论怎样，我的灵魂绝对无跋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任何的情境，咱敢有把握讲，我永远袂跋倒，无受引诱，要重视伫上帝的话，无可能。因为全世界无即种的人，你讲无说安尼，今日做礼拜就无愿望啊！彼得敢毋是讲我决断无要好认你嘛？但是彼得嘛好认。伫人类的历史顶悬有3项物件，无有一个人会当得胜，就是金钱、性欲、甲关系。这是阮伫新人院老师就千千万万的交代讲，恁做一个牧师。爱有好见证，因为恁的道德、恁的品质，这3项物件是一个极端，屡试不爽。那这恁敢有同意？咱是歹势讲，唔敢讲。其实咱大家拢知影，伫钱的面前，真少人灵魂是不卖品的，是多甲少的问题呢。伫情欲的中间，人就算做肉体无一定会跋倒，唔敢跋倒，但是心内常常咱咧讲的意识会啥物？意识形态会安那外遇，人若伫抱仔声听久了后，无有一个人不羡慕荣华富贵。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咱知影咱是甚物人，我知影我怎样过好嘅的生活，我知影怎样过颂香的生活。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毋是因为对这3项情、性、甲官兵来快乐，是一个上帝将伊圣洁的话名放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感觉做上帝宝贝的囝儿，活伫光明的中间，何等的幸福！主圣别今仔日的礼拜，求圣神拍开咱的耳孔，感动恁的心。互恁对心中决志讲：主，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个清气、圣洁、荣耀、尊贵的活命。主，你帮助我。今仔日的圣经要甲咱讲什么？兄弟姊妹，除了听牧师的解说以外，今仔永暗对了，逐日你拢去拍开这段圣经，然后你祈祷讲：主啊，你伫这段圣经中间，你要甲我讲什么？什么是清洁的心？什么是正直的心？什么是上帝圣洁的心来扶持我，互我有内面有自由甲喜乐？伫这个世间，上帝圣神若伫咱中间掌权，真侪征战就无去，因为圣神替咱阻挡，咱对内面都有自由、喜乐的灵伫咱的内底。
兄弟姊妹，你我咱无一个人有才调伫引诱的中间夸口，但是咱做伙同心手牵手做学生，做耶稣的门徒，咱甲主讲，我要好打认基督，我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耶稣的话。因为今仔这段的诗篇，毋是诗篇，马太福音第6章，这段话是记载伫耶稣教伊学生的祈祷，咱叫做主祷文。主祷文的中间一句，较毋是咱感觉讲是最高潮。无你带我入伫刺，就救我脱离迄个歹。这句话是耶稣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恁伫人生的道路咧行11个人生的旅程的过程顶悬，无一个人会通免于诱惑，无一个人会通免去伫这个世间最搅搅的声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无搁再做假教的教会，咱的教会无搁再做臭耳人的教会，咱的教会无搁再做摆卡的教会，无能力行伫上帝的真道顶悬。每一个基督徒，伫咱念耶稣的主祷文的时，圣心相信咱开达。彼得对伊的学习、伊的兄弟姊妹安尼讲：，要警醒祈祷，要警醒，因为魔鬼亲像好狮。兄弟姊妹，无警醒的人容易跌倒，但是咱的良心若常常七路清气，咱就容易感受到迄个正确的警示讯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帮助我有一个敏感的心，互我有一个敏锐的心，来用耶稣甲咱的祈祷讲：无你带我入入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这内底有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咧讲起引诱。耶稣当然袂带咱去跋倒。伊袂带咱去迄种的风花雪月、迄种无好的昏迷的场所买。所以这句话其实毋是讲耶稣带咱去受试探，毋是。伊原本的意思是讲免去、拄去，免于，互我无拄着这个试探，较有遮好用。兄弟姊妹，确实，这就是稳定。咱该跋倒，但是咱袂跋倒。咱该防引诱，但是咱无感觉有引诱的开力，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保护就叫做一个印记，主耶稣的印记，圣实的印记，来刻伫咱的心上，会受气就变温柔，会跋倒就好亲像无看见，毋是咱熬，是救主。所以基督徒咧讲耶稣是救主的意思，就是伊就是咱的帮助甲保守。所以兄弟姊妹，认真做礼拜人有福气，因为咱有可能会减少跋倒；警醒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伫警醒的中间，因会当减少受引诱的迄个痛苦。所以第二句话讲，救阮脱离迄个歹。这个字就是讨帮我，互我通会当超越一切的苦楚。这个歹咧讲起各种的引诱人、扭曲人、迷惑人的力量。所以伫古早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奥古斯丁，伊用这句话，伊甲翻译做当时的人所会当了解列丁文。伊的意思就是，伫一切的不幸、伫一切的苦楚的中间，主啊，你互我得到自由。我阁解说一摆。伫一切的苦楚，伫一切的搅扰，伫一切不幸的中间，主你互我得到拯救甲自由。牧师解说互恁听，牧师嘛伫背后为恁祈祷，特别为着少年囡仔，互你一生最上帝所欢喜、正直的少年人，毋免跋倒，袂跋倒，永远互上帝骄傲讲。伊是我所听宝贝的囝子。虽然牧师知影真困难，但是牧师甲恁的爸爸妈妈要为恁祈祷。
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嘛为在座，咱做礼拜听到我的分享，甲提醒的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赏赐恁得胜的开展，愿上帝圣神赏赐恁信心、仰望，甲上帝仁爱的扶持。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以这就是厄古斯丁伊的翻译。伊讲拯救我吧，互我对一切不幸的中间来受讨棒。讨棒迄个字，伊用 liberal 自由 liberal， 这个字足水的一个列丁语甲希腊语，反做英语叫做自由，但是伊伫原文有一个意思 ，liberal 就是劝退、动量。伫你的生命中间，一个劝退，互你去衡量好甲毋好，对甲毋对，互人伫迄个中间有平衡，会通真正得到和谐甲自由的生命。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奉你的圣名，我除去所有邪恶的力量，就是伫目前对我生活中间有真多搅扰，对我的情绪有真多扭曲。我所爱的好，我做袂来；我所无爱歹，主啊，我歹势。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若斟酌甲看，今仔日的教会是A教的教会吗？今仔日的教会是一个摆开的教会吗？今仔日的教会是一个受扭曲的教会吗？主伫黑暗的世代兴起咱，就是为着要互咱伫人的中间有见证。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灵命的中间，咱用今仔日的经文做祈祷。牧师将伊所有的经文，甲伊前后左右重新排列组合。我安尼为恁写这个祈祷文讲：天父上帝，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活新正直的心。感谢天父，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踮伫光明的所在，成做有份伫圣动光明产业的基督徒。最后这两句是咱的金句。求天父上帝，互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会当徛伫光明的所在，会当有份伫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赏赐咱丰盛的生命。伊讲圣道的产业，咱伫世间所追求是世间的产业，荣华富贵、钱财、万美。但是咱伫信仰的道路顶端，是咧追求将来上帝所必办，无人会当甲咱夺取。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甲恁分享两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今仔日的主题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无得互歹得逞，无得互遮个引诱，互遮个歹的声音、搅扰的声音，伫我的生命中间打正。英语讲成功打正。就是讲，魔鬼伫我的生命中间产生迄个搅扰，伊甲我打倒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永远有清气的心、正直的心。要领受上帝的福音，就要摕清气的杯啊来啉。咱要领受上帝主要所宣传清气的宝血，咱来摕清气的杯啊来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清气的心。伫咱做礼拜时，咱搁一摆祈祷讲：主啊，救我脱离一切的捆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将我内心所有的垃圾，重新交予我主耶稣。主帮助咱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特别伫无可能的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就是无可能的任务，无人会当对一生中间永远无跋倒。但是咱甲上帝讲：主啊，怜悯我，毋通像成龙，家己跋倒了后，讲我今天只是犯了所有天下男人所会做的事情啊，那样。是，圣经嘛有安尼讲，世间人拢得罪上帝的荣耀。咱需要耶稣，就是因为咱家己做袂来。兄弟姊妹，信耶稣最大福气就是，
咱会担头担袂起的事，主耶稣要担当咱的苦楚，求上帝帮助咱。所以保罗甲伊学生讲，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你的心内爱常常有两项物件，第一就是信心，第二就是良心。信心伫这边，良心伫这边，信心甲良心爱放做伙。上存这个字足特别啦，伊叫做 echo。恁听到 echo， 恁想到啥？音响吼，你甲转落，啊你本地你唱声袂啥会水，你著 echo 甲转落了，就会细准，啊你的声就变做真有磁性了。伊的意思就是讲，上帝话伊若对咱讲话，信心这个字，其实原文是真道、真理的声。上帝的圣神伫这个所在发出的时阵，伊伫咱的心中就产生一个 echo， 咱就听有上帝信心的话。兄弟姊妹，醒起来，伫这礼拜中间，爱常常警醒。爱保持，你有一个确保的心，就是讲，上帝今仔日我要听到你的声。求天父上帝将伊足宝贝的宽免，放伫恁生命的雷达，咱每一个人听到咱上帝量身定做所予咱的信心。因为人亲像坐伫一条船。迄条船破去，用要沉去，这是保罗所讲。伊讲世间人亲像坐伫一船破去的船，因的良心已经破空。咱的心若去向攻击有破去，就亲像咱的裤袋仔内底落袋仔若破空，你较侪钱甲缀落去，你拢留伊袂掉。求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一生所辛辛苦苦立志的无空空啊！今仔日上重要就是求主耶稣用伊的宝血，甲咱补破梦，甲咱补破空，互咱的生命伫上帝怜悯中间，无坐伫破去的船顶悬。救生艇若破去，救生艇一点仔都无路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无收回以后咱的稳定，兄弟姊妹，细字，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上帝其实有权利收回伊的稳定，但是上帝因为怜悯咱，伊无收回伊的怜悯。第二，求圣神，就是上帝你圣的神扶持我。主啊，我是软弱的囝子，我是你的囝子，我有真多做袂来。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扶持我。我行唔对路，你甲我救倒来；我跋倒，你甲我扶起来。我伫十字路口，唔知要对倒行去，你带我行。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祈祷的中间，咱讲主无你用稳歹较赢我，然后伫你家己的额头画一个十字架。圣经中间有讲到。主耶稣的宝血就是人得救的记号，这个记号要互咱远离干扰、扭曲。加勒太第6章17节，保罗安尼讲：对今仔日开始，耶稣基督甲我吸引，画十字架。这个记号真做我一个属灵的保障，保护一切世间的搅扰，要离开我。愿天父上帝，互咱享受这种的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恁若愿意，恁今仔倒去了后，毋免偷偷、公开、勇敢、积极。你讲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天主教因拢常常伫祈祷中间加一个动作，啊，咱基督教较含蓄。咱咧做礼拜，咱咧祈祷时，有当时咱拢无动作，但是有动作无动作，祈祷拢是受上帝欢喜。我要鼓励兄弟姊妹，你会使有动作。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
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也在这个祈祷非常的宝贝，非常的重要。2000年来的教会，伫无法度祈祷的时，伊拢鼓励人安尼祈祷。伫你心真乱，伫你真软弱，伫你无无明，伫你毋知影要安怎活落去的时阵，你只有一个大声叫讲：主啊，求你怜悯我。Kyrie eleison。2000年来对头一日到今仔日，一句话的祈祷，这叫做一句话的祈祷，耶稣基督的祈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大胆用这个祈祷，将耶稣基督的印记放伫你家己的生命中间。今仔的金句就是另外一个祈祷的应允。感谢天父上帝，互阮伫2000年来历代正圣道的中间，阮有份通得到这个光明的产业。就天父上帝对天顶拍开天窗，所赏赐阮历代祖先所留予阮的产业，拯救阮的家族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到伫天国，基督上帝圣囝基督的国度。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回应咱的祈祷。第二，我要甲咱分享的祈祷就是洗身躯。兄弟姊妹，要啉清气的水，爱摕清气的杯仔来滴。垃圾的灵魂永远听袂到上帝圣洁的信息，因为咱已经决意，互外面的这个世俗黑暗的关系，甲咱阻挡。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刷接我的祖先。刷接我教会信仰的前辈，愿意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保罗讲，用清气的良心来服侍上帝。这个服侍伫圣经中间常常应该是伊原本的字是叫做礼拜、敬拜，英语叫做 service。礼拜这个礼拜，迄个礼拜其实就是服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大笔今仔日的经文4篇51篇。到伫马太福音，到伫保罗，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同齐讲阿们的时，愿天父上帝将清气的心、正直的心，加添互恁。正直的人行路抬头挺胸，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的生命中间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唔免惊，虽然行黑暗路；唔免惊，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唔免惊，虽然跋倒魔鬼甲咱攻击；唔免惊，因为彼得讲，因为耶稣基督的保护，咱要重新得到无瑕疵，得到清气。兄弟姊妹，你愿意吗？悔改。顶头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对今仔日开始，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记号，有圣神的记号。无论好气好强，唔免惊，因为踮伫咱内面的，比踮伫这个世间的，搁较有关联，搁较有困难。只惊无祈祷，只惊咱一路往头前行。无愿意回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领受洗礼。洗礼有2种，一种是教会仪式，一种就是圣神伫你悔改时，伊用耶稣基督的保护，将清气的心、正直的心，重新加添互你。愿咱出做双手，咱甲主耶稣祷告。主伫今仔日个礼拜过一摆，将清气的心甲正直的心赏赐互我。主怜悯帮助咱，互恁有幸福的人生。阿们吗？愿今仔日个礼拜有严肃的、严肃的反省，但是嘛有一种幸福的应允。咱甲上帝讲，对今仔日开始，我要用清气的心来敬拜你。
也这愿意吗？咱甲上帝讲，对今日开始，我的生命要有上帝你的荣耀，互人羡慕信耶稣的人。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教阮祈祷。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警醒明白试探的可怕。阮嘛知影你是阮一切救恩的源头。阮恳求主你赏赐圣神，赏赐你十字架的记号，用你的宝血刻印伫阮的心内，互阮的心得到清气，互阮的内面有正直的心。主耶稣，对今仔日到永远，我要跪对你，我靠你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请坐，咱这时请玉山新学院的李杜克吉洛同学代替学校来报告。
牧师、主堂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玉山神学院的大学硕士的3年级的学生，我叫利杜基洛，那翻成中文就叫做利杜克吉洛。我是来自花莲的太鲁阁族，利杜是我的名字，那吉洛是我爸爸的名字。在我们太鲁阁族，我们有很特别的命名方式，就是孩子跟父母亲的名字连在一起，所以不太认识我们族群的弟兄姐妹，常常都会叫我吉洛，对，所以我的名字叫做利杜。那很高兴，在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时间，可以来到主堂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聚会，来一起聆听上帝的话。那也谢谢教会，在这个时候，疫情还是很严重的时刻，也可以接纳玉山神学院，让我来这边请安跟报告。那我们玉神在今年要迈向75周年，非常感谢在这个75年的当中，许多的宣教师，还有很多的平地牧者，像我们很熟悉的高居民牧师啊、杨启寿牧师、温荣春牧师，都在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培育我们原住民的传道人才。那也因为在这75年当中，一直在培育原住民的传道人才，那也让上帝的福音可以进入到原住民的各个部落，不管是在深山，或者是海岸边，甚至在离岛，我们都可以在部落看到，一定会有一间长老教会设立在那里。那也感谢很多这些前辈牧者，他们在做上帝宣教福音的工作，让神的福音真的可以进入到我们原住民的部落跟社会，这也是玉山神学院成立的宗旨。那也让在这个75年当中，因为培育了许多的原住民的传道人，所以也在总会，我们也有15个族群的宗会跟族群区会。那台湾基督长教会有1200多间的教会，那有500多间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教会，我们非常的感谢神，也是真正落实让上帝的福音可以进入到我们原住民的部落。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2020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平地的，不管是原住民的部落，甚至更是影响了我们礼拜的聚会。那我在这个当中，其实虽然改变得很大，可是我在这当中也有看到一些新的看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近10年台湾的社会其实转变得非常大，甚至对于原住民的部落，我们其实很多都是跟不上的。可是也因为这个疫情，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了脚步。我在这个当中看到的是，我们重新站在信仰的角度上，我们去反省，我们去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去反省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也是透过我们院长的报告，就是在去年的疫情中，虽然在募款的事工上真的有很多的，就是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国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仍然的关心关怀，甚至实质上的奉献，来为玉山神学院的培育原住民传道人的这个事工上面。那我们手上其实都有我们的请安函，那在后面呢都有我们学校这一整年的概况，还有我们的重点事工，甚至我们学校在这个短期的目标、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当中，都有一些特别的奉献。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邀请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祷告中一起来彼此纪念。那现在我有一段影片，那也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玉山神学院在这一年当中，尽管疫情的严峻，尽管疫情的影响，仍然没有影响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跟教会的服事。那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感谢上帝，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甚至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都不受到影响。也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代祷以及关心，你们也是一同参与在我们原住民的神学教育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一直都认为，做神的事工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分担。那也愿上帝祝福竹堂教会的事工，可以在这个地区，甚至在这块地图上，继续为上帝来做光做盐。那接下来我要献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恩典够用》，是我们太鲁阁族的一位牧者，叫做海佑有道庄春荣牧师他所做的诗歌。那也请各位来聆听。
上帝互咱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咱用20种的台湾的语言来做礼拜。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其中有14种就是咱的原住民的兄弟姊妹因的教会吼。玉山新人院是专门咧培养原住民的同工牧者的神学教育的新人院。现在咱做伙用感动有份伫上帝造就原住民教会未来传教者的事工吼，用咱的奉献来参与，咱做伙来奉献。咱做伙起立敬奉的诗歌。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咱来今仔日迄个信中牧师因最后一礼拜伫台湾啦，吼因5月5号就要倒去美国，咱来为因来祈祷，吼，咱求上帝祝福因伫美国的事奉，咱同心来为因来祈祷。主，阮真欢喜有阮的同工信中牧师娘因，伫因倒来台湾这段时间，会通甲阮做伙做礼拜。求天父上帝保守伫北美，阮的台湾人的教会福音的事工。阮知影即摆伫美国的疫情，因为经过一段真严重的冲击，感谢上帝赏赐即个疫苗的注射，美国的社区慢慢会通稳定落来。因的教会决定要伫6月来慢慢恢复实体的礼拜，恢复正常的礼拜。阮恳求天父上帝，互信中牧师对到伫美国会当甲兄弟姊妹重新
伫上帝面前来恢复正常的教会的宣教福音礼拜事工。愿伫被上帝保守因，互因手所做的工有上帝特别的带领，助力保守照顾因。愿欢喜同齐做礼拜即种的甘甜，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为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大，今仔即礼拜应该无伫咱中间吼。敢有人客是即礼拜生日的？咱做伙来为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吼。虽然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阮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因伫上帝你的怜悯中间，过来一年365日，每一天拢用敬虔的心，甲上帝你同行。祝福因伫过来的日子，有上帝你的圣神所赏赐智慧的心，互因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智慧的管家，管理上帝所赏赐因的人生。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福杯满溢的人生。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咱来念这首诗歌，耶稣听你来做咱的祈祷，互相的祝福。来用祈祷的心互相祝福。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咱的一生中，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要用伊永远的听来听咱。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愿主耶稣会听真侪咱生命的记号，互人知影耶稣听咱。咱下面伫报告进前吼，咱来请陈牧师先来报告吼。伊妇女团契有咱的无真济事工，陈牧师要甲咱报告，咱请陈牧师。伫全国的迄个评鉴摕到第1名，去读大学吼，咱拢足欢喜的对无？今年要毕业啦，足紧的吼，因要毕业爱开因属于因的音乐会，面学仔搁伫遮伊赶转学校，所以伊委托伊上好的兄弟要来代替伊来邀请咱大家来上演奏的先来甲你讲。代替域名来甲大家邀请，伊伫咧后礼拜5月7日拜5的时阵，伫咧嘉义大学民雄校区的文会厅要举办伊的音乐会，伊希望甲大家邀请来甲伊参加，甲伊支持一下。上重要，我袂记来，会记几点啦？6点，伫咧嘉义大学民雄校区文会厅6点准时开始。迄毋是伊会结婚照吼，迄是伊会伴奏甲伊吼做迄翕相吼，来。
来咱的细囝有出外出去表演比赛得名的，要伫遮吼原汁原味吼，把咱展现出来吼。他拄仔看咧个相片吼，后礼拜咱会当伫遮看着吼。啊，恁无甲看恁当时结婚，咱才会有诶啦，会甲挑剔啊。迄个查某囡仔咱无啥学，咱安尼看落吼，迄是伊的伴奏，伴奏。啊，所以请咱大家等者了，爱一个报名，欢迎咱大家拢来啊。啊，搁后礼拜，咱的仪联会长吼，准备一点小小的礼物要来赠送吼，互咱各位妈妈，各位妈妈吼，后礼拜欢迎大家拢来。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礼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拜五家庭礼拜暂停。青少课暗时7点半，礼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是妇女的主日，所以这事工拢是妇女安排。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较己看。遗体交通，第一，本主日玉山新南医纪念主日，利杜克吉洛同学代表校方来请安报告，请大家关心奉献新学教育。第二，原本要召开5月份的中集会，咱今日暂停，请中集注意。第三，欢迎兄弟参加礼拜六早时10点圣言诵祷、灵修、读经祷告会。礼拜六暗时7点半，研读查经这期的主题：耶稣的故事甲比喻。第四，5月初9是妇女主日，9点半开始。迄天无敬拜娱乐，请提早准时参加礼拜。第五，今年妇女团契读册会因而未现的罪，要购买请向仪领会长登记。第六，疫情期间确保健康，请大家做好自我保护。参加礼拜甲聚会，请挂喙安。第七，生日敬请生育曹灵基、谢新佑、陈信杰、洪嘉伦、张晨、陈秀月、陈守迪、庄介伟。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则过价反映。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体欠安单数、张婷、詹青金、钟岩、詹达、詹天比、吴彩云、洪玉芝、庄仁巨、刘克龙、洪在根、洪詹树莲、黄俊勋。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心灵甲课业祈祷。新高中、乔恩、千亿、维中、维泽、新大学、宜龙、宜乐。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大道富林一级德克达雅。这是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歌513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兄弟阳光喷着你，呀呀做比宽待你，我呀和花熊熊花过你，就是你平安。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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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默祷闭会。